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。唔知點解睇到呢台 KV600真係師兄大發啊！21年5月份，國五車唔使燒尿數，2.3米闊，哇！真係精品，相當之到位。啱用啱使嘅老友過嚟睇車，車就喺廣州芳村。輪胎700，內飾乾淨企理，冇任何問題。咁啊標準嘅斷氣剎，安全可靠。車廂啊夠闊得2.3米，而且呢台車唔需要燒尿素嘅話，亦都好受啲老友歡迎嘅。有啲特別專門啊揾呢啲唔燒尿素嘅慶鈴。內廂、車廂內部精神企理，咁啊俾少少亦都可以揸走，79800。有興趣嘅老友私信，可遇不可求啊！錯過就要等下一台。買賣二手車，揾我就啱啦。